继续来看世界卫生组织针对武汉肺炎，伫个瑞士的日内瓦举行论坛，邀请超过400个专家来参加。虽然台湾一直争取实际的参与，但是将期尾台湾2位医疗专家也是以线顶的方式来参与，这个内容嘛无公开。WHO 世界卫生组织武汉肺炎论坛昨开始连续2天伫瑞士日内瓦举行，最后台湾是以线上方式参加。台湾这边总统再去接见杰出资深人才嘛，讲到台湾防疫的科技应用。这一次台湾也善用科技来因应武汉肺炎的疫情，科技的应用不论是在防疫、交通或者是教育各领域，这些经验都会不断的提升我们产业的实力，促进台湾跟国际的交流。台湾医疗专家以线上方式参加，因为保密的协定，会议内容袂使对外公开。疾管署进前表示讲，这摆参加 WHO 的论坛是以台北名义参加，网友就质疑讲，是安怎较早拢用中华台北，即马降到台北。我相信国人同胞其实他是非常在意的，只是碰到你说防疫期间，那生命安全、民众的生命安全，这当然是更是重要的。否则，大家当然希望是台湾跟中华民国。外交部说明讲，线上登入会议系统时，敢若需要写英文名甲电邮地址，无会通写名称。线上参加专家嘛写专家的名尔。伫武汉肺炎疫情一直团的情形下，就希望讲会使赶紧接入疫情相关的资料。